来看邮政博物馆长含国立历史博物馆办一个女性形象的展览，用邮票佮文物来看女性伫无共时代的角色和模样。其中就有一百珍贵的刺绣，捌发行过珍藏版的邮票。这摆展览就互观众朋友刺绣甲邮票两项拢看得到。这个刺绣的花批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珍藏，展现古早女性的工艺。那这件花鸟这个刺绣横批是历史博物馆那个典藏的这个清代的这个织绣的一件精品哦。那全长大概将近5公尺，以红色的丝绸为底，啊，透过多色的这个绣线绣出，比如说这个花鸟啊、草木啊、云石等不同的这个图案哦。刺绣的顶面有精美的孔雀花鸟图样。2013年，历史博物馆甲邮政博物馆的合作，用来发行珍藏版的邮票。这届邮票甲实体难得工艺出现，另外各有版画、水墨画等等，拢呈现出女性的形象。邮政博物馆表示，这届精选国内外女性相关主题89套邮票，佮有历史博物馆37件珍贵的文物，会展到7月初。所以我们有分很多的部分，有女孩，有这个侍女的，也有女性的织品，还有古典文学中的女子，还有母亲的形象，以及当代女性的各种的这个角色，在我们的展品。邮博馆表示，这个展览不只是要让外界看到文物结合邮票的发行，嘛透过邮票顶悬的女性图案甲图文资料，了解迄当阵时代背景甲女性下时代的演变。记者陈阿文、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